近哦，立法院只要审查国会这款法案，都有上千上万的民众去抗议。唔那民众哦，向法律专家学者嘛，拢发声明联署，要求讲国会应该退回法案，佮再好好啊审查讨论。也毋过国民党佮民众党是坚持讲要赶紧来三读通过。若是通过了后，不管三读通过法案有啥救济办法咧？咱今仔解判新闻，得听相应来为咱说分明。是主播。解判新闻有理路有深度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尚莹。今仔日咱要来关心的，就是立法院这款刑事法，若准三读通过，安尼敢也阁有其他改变的空间呢？伫这进前，咱要先甲大家做一个解说，也就是讲，这立法委员其实因有调阅权，也若监察院因是调查权。今仔日若准这个法案通过，安尼调查权就会转去到立法院，这就等于讲有可能会破坏五权分立的这个记录。今仔日这场国会改革的法案，到达已经有上千上万人去到街仔头来抗议，甚至阁有一寡法律的学者甲专家，伊嘛跳出来呼吁讲，希望会当赶紧来退回定审。也若这法案若准三读通过，敢也阁有其他会当改变的机会咧。咱来看这4项选择，第一项就是公民复决。这个复决人数就一定爱是今年总统大选选举人数的1.5%，也就是差不多30万人，人数成功才会当成立，而且都要等到明年2025年的时阵才会当来投票。第二点就是行政院甲总统会当行使因的复议权，这个复议权就会当退回定审。立法院伫15天内若无决定，这个法案就会失效。若准是依持原本的决议，安尼就算总统唔签字，这个法案也是会生效的。另外第三项，咱来看的就是释宪。这个释宪是需要25%的立委来签字申请，而且佫爱有半数的大法官来表达同意，也是否决。若准同意，这个法案就会当照行；若准否决，这个法案就会当退回定审。落尾最后一项就是解散国会。解散国会是需要立法院有半数的委员来通过行政院长的无信任案。无信任案一个通过，院长辞职，请总统来解散国会，才会当阻挡这个法案的实施。其实若看起来，这4项选择，无论是行倒一项，拢是有伊施行的困难度。也就是讲，今仔日这个国会改革的法案，到底落尾是要安怎行咧？其实也阁有真大的讨论的空间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判新闻，咱即马甲现场交通去主播。